今天是2005年1月多少啊？22号，星期六。这节课呢时间长，这个刚才政委想的这个办法不错，以后我可以把上节课领读的那个呀，我截下来，先放着，读一遍。以后就往后加就行了。啊，对对对。你们的一个同学叫秦春霞，向大家问好。他就是上一次来电子信那个提醒我说，网上那个咱们的藏文学习上边啊有喇嘛读心经，我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也不知道，他那个学校有一个系是叫旅游系，那个别的不知道。他就说呀，说这个一直想说你那个以后啊，领着你们呐，整个教材学完了读一遍。他说我们特别喜欢听这个领读的，他说我们在这听着那个领读的那样，他说特开心，他说读着特来劲儿，就他说感觉就跟在课堂上一样，所以你们的学习还影响到这个别人的情绪了，你们得好好学。这儿我呢要这个承认错误了，这个上节课讲错一个词儿，你们谁也不告诉我，你们发现了没有？秋心呐，秋心，你们当时肯定知道。不是那个倒数第二句，罗刹，本来应该是鳌鱼，我讲成罗刹。你们怎么谁也不说呀？我们以为这有一个罗刹，我还就是罗刹。你们还。你是说这个？我们以为底下有这个，我看这里是你肯定看着了，你看着了，你就非那么讲哈，一定是书上错有道理啊。还经常出现诗篇的那个解释嘛。对对，你们有道理有道理。我过后我很生气啊，后果很严重，就只好把这个错的放网上了。然后把罪过加给我。对，然后我就只想好了这节课我要兴师问罪。我说我明明讲错了，怎么你们谁也那个不提醒我一下？32页倒数第二句，秋心，这个秋心呢是鲸鱼，我在这儿先纠正啊，你们来这个先记，心加上一个包，巴那若包，心包是罗刹，记住这个罗刹呀，在这个佛经里头也是经常出现的，尤其是在那个佛本身故事啊什么里，不是心包，心包是罗刹，心包是罗刹，没那个秋，跟水没关系。心包是罗刹，然后再换一个词儿，心不爬写不就仆，就是那个儿子，心不是小虫的。所以这个心呐，它这个就是说，一般如果单独拿出来这个心的时候呢，它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指心不，一个是心包。一个是指小虫的，一个是罗刹。光这个就是后边不带后缀的，光这个心，它有可能这个用这些意思。然后它再加上个水，这叫水罗刹，就是鳌鱼。这个为什么把鳌鱼叫这个起个水罗刹的名字呢？它这是鲸鱼吗？鲸鱼啊，这你看我呀，当时就可能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我看过，后来备课的时候就根本就不看下边。就弄就给弄忘了。那个这个呀，实际上不是鲸鱼，就是他给译成鲸鱼，可能这个就是还是咱们说的那个时间人呐，他觉得你说那个别的鳌鱼那是什么呀？他不相信有那个东西，他就可能是鲸鱼吧，反正大鱼就完了。实际上不是鲸鱼，这是鳌鱼。鳌字是那个鳌头的鳌，那个就是上边一个骄傲的傲，去掉立人，下边加一个鱼字，那个鳌。鳌鱼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个呀，因为要讲清楚，因为什么呢？有很多故事里头有这个鳌鱼，你如果不明白它的性质啊，你会那个误解那个故事。这个鳌鱼啊，它是水里头一种非常巨大的动物，比鲸鱼要大得多。这个鲸鱼好像能够把一般的小船呐那个吞进去，这个鳌鱼大船可能古代也没有太大的船哈，这个也是那种就是，而且这个鳌鱼啊，它可能啊，我估计可能咱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因为他说的那个性质啊。他一睡就是100年，100年醒来之后啊，他吃一回，一睡又100年，所以我估计可能不像咱们这个南赡部洲的动物，可能在其他世界或者其他南赡部洲的其他年代，其他呢就不是一般的年代了，其他节里头可能或者是初节，或者什么可能会有这种，那个鳌鱼，这个比较特殊的这种东西。这个为了给大家赔罪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熬鱼的故事。我说就是咱们时间长了呀，没关系，可以这个轻松一点。这样的那个你对这个熬鱼有些这个知识里头那个一个故事里头，我喜欢这个就是像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传呐，佛的本身故事啊，我觉得非常好。你记住一个故事啊，它可以以后受用无穷。很多道理，很多的这个就是理论呐、什么或者的解释都可以从里头啊得到一些背景，得到一些解释。简单讲一个熬鱼的故事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100岁了。有一天来了一个朋友呢，跟他谈了这个出家的好处。谈了之后啊，这个老头思来想去啊，下决心要出家。这个他不喜欢这个家，因为家里人都嫌他没用了，都对他不好，所以他就下决心，还不如出家修行了。出家功德这么大。他就跟家里人说我要出家去了。家里人一听啊，皆大欢喜。哎呀，你早就该出家了，我们那个什么，对，是那个啊，齐声欢呼，就把他送出去了。老头就这个出门就走了，就到这个佛的精舍去了。到那问说佛在吗？说这个佛有事出去了。说这个那除了佛的弟子里头谁这个最有智慧呢？说那当然是舍利弗了。他就找舍利弗去了。当时他说我要出家。舍利弗一看呐，这个老头100岁了，这个很多比丘要求做的事情啊，可能他都就做不到了，就做起来困难。说这样的话能出家吗？后来舍利弗就说：“哎，你别出家了，你已经过了出家的年龄了。”老头一听呢，高兴了，撅着嘴出来了。出来了，老头还不服，那个说这个佛大弟子，说那个还有大迦舍了，找大迦舍去。大迦舍呢，大迦舍头一句就问他说。你到过其他的那个比丘那儿去过了吗？他说我到舍利弗那儿去了，怎么回事？那个后来那个说他怎么说呀？他怎么说？然后迦舍就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了。他如果说你可能不适合出家了，那可能就是不适合出家了吧？他一听没办法了，又出来了。出来了他挨个找佛的那个大弟子，他挨个找了呢，结果别人呢都是这样说，结果老头就没主意了。老头一想，我也不能回去啊！我那个跟家里已经说了我要出家了，他们给我欢送出来了，我也不回去。可是呢，僧团也不收我，这怎么办呢？他就坐在那个精舍门口啊，坐在那外边，他就在那哭。哭着哭着呢，觉得面前呢，这个一看佛回来了，哎呀，就好像小孩子见到父母似的，那个委屈啊，一下就爆发了。老头在那哭啊，他还那个带说词儿的哭。说这个我这个人呐，从小啊一辈子就没办过这个坏事啊。说这个我为什么就不能出家？说你这个僧团里头呢，说杀了999个人的有，杀人犯有，是这个倒大粪的有，剃头的有，什么反正就是啊，数划了一大堆，什么强盗什么，反正可能妓女那时候也有哈，哎，说都有啊，他们都能出家。说我这个啊一辈子就办好事，说我怎么就不能出家呢？啊，委屈的不得了。结果一看到佛呢，更委屈了，就猛哭。说你哭什么呀？说我要出家，他们不让我出。说谁不让你出啊？说就是舍利弗。说那个说除了你最有智慧的大弟子不让我出。佛说这个地方啊，我说了算，舍利弗说了不算啊。佛也说了一通说词儿，说这个舍身饲虎的呢是我，不是他。是这个什么割肉喂鹰的是我，不是他啊。什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我这个说了算，你跟我来。老头一听，他让佛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佛就叫舍利弗，舍利弗过来了，说你给他剃度。舍利弗就给这个老头就剃度了，老头就跟着舍利弗这个修行。说这个为什么那个蛇要交给舍利弗呢？这就是这个个人呐，有个人的得度因缘，是他应该以舍利弗因缘得度的呀。佛也度不了，佛不度无缘人嘛，所以必须交给舍利弗。哎，舍利弗当然那个大弟子有智慧，他知道他的智慧不如佛。佛要是知道这个人呐应该出家，那肯定就是他的因缘应该出家，所以他毫不怀疑就带这个老头啊就开始学习。这个老头啊对这个经律论的理解啊非常这个利索，很快就那个时候可能经律论也少哈，很快就都背过了，那经常受到表扬。但是他也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缺点就是什么呢？他动作迟缓。这个你比如说他在这坐着路边坐着正在这读，树下坐着正在这读经吧哈，这个小沙弥走过来了，任何一个小沙弥都是他的师兄，他都应该起来啊这个施礼。结果他一看小沙弥过来了，就赶紧这个放下经，然后站起来施礼哈，还没等他站起来，人家小沙弥早跑过去了，手脚又快。这个小沙弥呢来回过得多，他呢来回也顾不上，
然后这个小沙弥呢就觉得这个小沙弥就是不懂事不体谅别人了，就有闲话就说什么呢？这个老头啊，凭着他这个就是经理论熟悉哈，他这个我慢啊，见了我们师兄的这个不着急不失礼。然后这个老头听了这话很憋气，在这想说这个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哈，我这个老了嘛，他动作就是慢，说我也不是不失礼哈，你们这个动作太快，你这都跑过去了，我这还没起来你这都过去了啊。老头但是呢他这个人很要强，就觉得我也不能这个坏这个规矩哈，说那怎么办呢？老头思前想后，说想来想去啊，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他说我呀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什么？我换一个身体。他决定就是自杀了没问题，那刚才反光。自杀了之后呢，我重新投胎换一个身体。然后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还有那么个原因，说我本来出家就是为了少受气，结果到这儿了呢还受他的气啊，所以呢我换个身体。老头决定之后呢，就跑到河边找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水流特别急的地方，然后呢对着佛的这个方向呢顶礼，然后跟这个佛说呀，说佛呀，说我不是背叛三宝，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僧团啊，小沙弥对我有意见，我这个原因呢，因为反正就把他这个想法说了一遍，所以呢我就换个身体，我马上就来啊。说这个我换身体呢，说下一生呢让我投胎到一个不穷不富的家庭，15、16岁呢就出家，这个好好修，好好这个精进修行一辈子啊，跟着佛好好修行。说完了呢，把法衣这个脱下来，你不能这个犹如法衣啊挂在树上，然后呢往这个水里一跳。舍利弗在家里头那天眼了看，早就在那看着他了，看他多少完了一跳，一伸手把他从那个水面还没碰到水面，嘣就给他抓回来了，又上岸上了。老头一跳，怎么又回来了？扭头一看呢，师傅从那边走过来了。哎呀，这个老头就跟小孩做错了事似的。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觉得这个事儿挺不好，他本来想偷偷跳了算了，就让师傅发现了。哎呀，这怎么办？他来了肯定问我在这干什么，我说不说呀？我说实话呢，还是不说实话呢？后来一想，师傅是圣者，你不说实话，他就知道你是不说实话，而且欺骗圣者那个罪过不一样的。后来一想，只能说实话。那个舍利弗来了，说你干什么来着？说就说实话了。舍利弗说，就没说什么话，说你拽着我一脚，就拽着师傅一脚，就带他飞起来了，就很快就飞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在飞的过程当中，他就见了很多的，他见到这个河边啊有一个油锅，一个人呢咚跳到油锅里头，然后就被炸的那个骨肉分离，骨肉分离之后肉就化成油，然后那个骨头呢就被风一刮呢，就好像泡沫一样，呼就给刮到那个锅外边了。然后那骨头呢刮到锅外边，立刻就又生一个人参，然后人呢又跳到油锅里头，然后还看到一个漂亮女人的一个尸体，一个小蛇呢在她尸体上就钻来钻去，鼻子钻进去，嘴里钻出来，就在那钻。每碰到一个他就问师傅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舍利弗就说时候未到。反正就见了很多这样的景象，最后一直走到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巨大的骨头面前。这个舍利弗就走到了一个骨头的肋骨上，一根肋骨上站在那儿了，他也爬上去了。然后这个说，师傅说这是什么呀？这个舍利弗说时候到了，我都一个一个告诉你说，这个前头那个人呢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很多人射箭射一个人，那就是原来他是一个猎人，就杀了很多动物。那个我忘了他是怎么回事了。那个女人那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生前是一个商人的妻子，非常漂亮。他呀每天照镜子，每天打扮，他不干别的。那个商人呢也特别喜欢她，本来商人出海是不带那个家眷的，结果她丈夫太喜欢她了，所以出海也带着她。结果呢遇海难了，遇海难之后，她在海上也是天天照镜子，天天打扮，就是特别喜欢她这个身体。结果遇海难之后呢，她就练自己的尸啊，她转成了一条蛇，就还在自己的尸体上钻来钻去。然后呢反正就是实际上就到了那个叫孤独地狱，实际上就是那个人间呐就有孤独地狱，就是那个就是不是集体的地狱，就是那个自己特殊业的地狱。然后呢这个大的骨头架子，然后就说呀这是一只鳌鱼的架子。那个谁一看这么大个，说这是哪条鳌鱼的架子呀？这就是你的我想一下啊，你的前生的尸体。说你的前生啊是一条大鳌鱼，说你为什么转这个大鳌鱼呢？因为你的再前生啊是一个国王。说有一天你在那个你当国王的时候啊，是信佛教，奉行十善，治理国家都治理得很好。你有一天在下棋的时候呢，有一个大臣来报告
说国王有一个人呐杀人了，怎么处置？你因为被这个棋局所这个迷啊，就是很紧张，你就没顾得上，你就说依法惩处。让那个大臣回去按照法律呢，这个论法当斩哈，就把那个人斩首。说你下完棋之后呢，你想起这件事来了，说那个人怎么处理的呀？那个说给这个斩首了。你一听啊，就意识到啊，有可能斩错，因为你没审案，你不知道你没审他为什么杀这个人，所以他也没问那个案子，他就意识到这个事儿办的不对，很莽撞，他就说这个我这个辞去国王，那个我到深山去啊忏悔，他就去忏悔去了。结果果然这个人杀错了。这个国王作恶呀，一般都是转这个鳌鱼，鳌鱼会有很多小动物，这个在他身上这个就是报仇吧，什么反正就是他第二声就是转的鳌鱼。转到鳌鱼呢，他那个就是有一次啊，他那个就是他一睡就是100年，他有一次醒了之后啊，又饥又渴，他张开这个一浮起来，然后张开大嘴呢就喝水。他那个喝水实际上一喝水就连那个水里的这个东西啊，就这个就进去了，然后把水再喷出来，那个就东西就吃了。在他刚一张嘴的时候啊，这个海面上正好有一艘船正在那路过，他一张嘴啊，那个海水就像河流一样往他的那个嘴里头就奔，然后那个船呢就失去方向控制了，一下就顺着那个水就往那个他的嘴里去。这个时候船上的这个人们呐就惊呼说我们遇难了，说这个大家有什么皈依赶紧各念皈依吧。然后那个有的就念天，有的就念神，有的就念爹，有的就念娘，有的念老婆，有的就念三宝。那个皈依佛教徒啊就念佛。结果这个鲸鱼呀，他一听见有人念佛，他突然意识到有人，他这个因为前生的善根呐，他立刻就把嘴一闭。结果这个船呢，那个水就接住了，那个船就没有倾覆。结果他闭住嘴之后，他就不吃也不喝哈。结果因为他100年了，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这么一闭住不吃不喝呀，他这么大的运动量哈，他就一下就经受不住这个消耗啊，就死掉了。他本来啊有很多的罪恶，他应该下地狱的。这个舍利弗就给他讲这个，就是说你本来这个鳌鱼这个转呢，这是个中间过渡，你很多罪恶就成熟了，下边就是多少劫的地狱。但是由于你在死前这一善念，你听到有人念佛，你为了这个就是救别人哈，自己这个宁肯不吃，自己死了。由于这个临时的善念呐，你偶然的又得了一次人身，非常偶然。哎，然后就说你现在呢还自以为得意，我换个身体。你知道你死了之后，你多少劫地狱等着你了，你还换个身体，你以为人生那么好得呀？这个老头一听，吓得浑身这个冷汗，这么危险啊！原来这个多少劫的地狱等着我这么糊涂，立刻升起了猛烈的出离心，就这时间太可怕了，我一定要趁这个就是剩下的这个余生得人生这个不容易得到的这个人上拼命的修行，就这一念猛烈的出离心证了阿罗汉。舍利弗说我先回去了，现在说你跟着我来的，现在你自己能回去了。回去之后第二天法会上，佛第一个就先把这个老先生说某某啊，他就到前头来了，你来前头，说昨天去哪儿了？说昨天跟师傅上这个海边了。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见什么了，就让他把这个过程说了一声。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等于向大家宣布他证了阿罗汉。然后这个法会完了之后呢，这个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宣布的话，因为佛知道这些事情，那些小沙弥啊，经常那个就是连恶作剧去逗他去啊，那个然后那就是那个好像是小沙弥就故意在他前头跑，他都跑去了，然后说的。结果这回呢，法会一结束，这个小沙弥啊，赶紧都集体跑到这个阿罗汉那儿，向他忏悔说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你证阿罗汉了哈，说我们前头那个给你很多这个诽谤，说希望这个就原谅我们。然后呢，他就说我这个原谅你们，然后给他们说法，给大家这个增加点这个小知识啊。这节课呢，咱们争取把数词这一章学完。下节课明天呢，争取把下一章学完量词，再下一节课呢开始学动词。咱们来这个开始啊。33页，数词从意义上比较简单，但是呢，就是这个因为数嘛比较这个多一些，麻烦一些。听文法还是应该比较简单的。咱们来看啊，第一个是数词种类，
种类他说可以分为什么呢？基数词和序数词。基数词就是纯数字，序数词就是第一、第二表示顺序的数词。下边先念基数词：记、你、松、喜、那、楚、云、叠、古、就，基数词。然后说11呢，又重复回来10跟1搭配什么的，都是反正就是基本的就是这10个了。序数词呢是这个第几，这个第几呢，你注意看一下啊，就是那个基数词加一个8，名词化就是序数词，就这么简单。这个第一呢特殊一点，第一这个加一个这个包，第一特殊一点，其他都是加个8。第一是糖包、泥巴、松巴，就以此类推，咱们底下不管了。这是按意义分，按这个构词方式分呢，可以分单纯的数词和合成数词。单纯数词就是指的这个就是一个数，就是这个数的最小单位。咱们来看啊，记、嗲，这是单纯就一个音节。统秋，虽然是2个音节，但是这2个音节是一个单词，是一个词，就表示意。同是什么呢？同是号角，是海螺，它本意是海螺。海螺呢，经常被当号角，所以它这个用的经常说是号角。统秋，就这个秋日啊，秋日实际上是什么？干酪、奶酪、干酪，所以这个呢，好像跟这个铜海螺呢，这个就是连起来就是好像记忆不了。统秋是一个单词，这叫纯，这个就是单纯数词，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单词。合成数词是什么呢？是2个东西来合成，2个单词来合成的。咱们看下边啊，说泥巴，你看它是一个数词跟一个名词化的这个巴合，这就叫2个单词合成了一个单词。揪西，2个数字合成了一个。你看这个跟汉语一样，14前面10后边4就是14，很简单。洗揪，40就是40，所以这跟汉语的这个识别习惯是完全一样的。这叫合成数词。下边一个，除揪惹住，这个除是6，揪是60，惹是这个，咱们现在先不细讲，就是说惹的意思是说后边还有一个除，就是后边还有一个6，就是再加上一个6，或者说它后边还跟着一个6，60后边还有个6，还跟着一个6，这个就是66。下边一个词儿长一点，咱们也读一下。西东，气是1，这个它代表1，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是单一独自，它的本意是单一的、独自的、单独的，这是一个词。这个有时候呢，就用在这个跟数词结合的时候，用它来代表1。它代表1的时候，注意，它一定是放在那个单位的前边，它领头。如果要是这个放在单位的后边那个1呢，就一定是那个记。这个七呢，这个气一定是放在那个单位的前头。它的单位是什么呢？是东。东是什么呢？东是千。咱们说过，东巴奥是空是吧？东巴是空。它这个词呢，又是空，在数字上就是千。七东就是1000。下边一个，古家，古是9，嗲是100，就是900，1900。再下边，古揪，90，1990。可惜，这个可呢，又是跟前边那个样，就是90后边还有一个4，就是还跟一个4，这个可。这个6呢，跟60后边跟来，90后边跟可，这是一会儿咱们会讲到，它只是取的，你看可是取的那个古的基字是卡，所以它就可。那个来呢，那个就是除有一个下家字所以它取了一个这个一会儿咱们会讲到。
刚才这个咱们来读一读啊，分2次读完。七东古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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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鸠可惜，古鸠可惜，古鸠可惜，古鸠可惜。哎，1994，这是简单的介绍数词的种类。下边讲数词的构成。说构成法呢，一个叫附加法，一个叫复合法。附加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它加一个这个附属单位，加一个后缀，加一个后缀。你看啊，第一个加后缀，基数词加一个8。哎，咱们来看啊，泥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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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哎，加一个8就变成序数词了。松巴，松巴，松巴，松巴。就记吧，就记吧，就记吧，就记吧。就记11 8，第11。哎，1加8就是变成序数词了，第11。你看，这就是加一个什么？加一个8，加一个后缀。下边再看啊，说基数词记，这就是1、2啊，常用的这些词啊，它有一些这个常用的特殊的这个用法。记呢，加上一个包或者加上一个不，表示单一。你看那个看最后一行叫鸡包。鸡包，鸡包，鸡不，鸡不，你看它的解释啊，是独自一个，这就是表示这个我单独一个啊，这个独闯天下的意思。这是一个。然后呢，你以上的数词加嘎加掐日表示整体，就是表示你比如你嘎就是这2个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是松嘎呢，就是3个作为一个整体，表示这几个这个的一个整体。这个嘎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嘎呀，其实也跟那个就是名词化的加那个8的意思一样的，因为我估计是这个嘎比较好发音，说什么什么嘎什么什么嘎，这个是很省事儿就带出来了。这个有点像啊，这个咱们汉字里头的那个子字儿，比如说儿子，你要说这个子字儿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话的时候好说，强调一下，2个音比1个音那个强调好发。你要说儿，这个有点这个太干太那个别扭。哎，这个老子哎就跟那个子字似的，这个嘎就是那个子字也是就是带上舒服一点，强调一点，这嘎就起这个作用。像这个加呀掐呀也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就是说跟在后边啊，强调比较方便。咱们来读一读啊，下边一行后半截啊，你嘎，你嘎，这就是说这2个就是这2个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你加，实际上这个加儿呢，也就是从这个你嘎发展出来的。然后下一个你掐，这个掐呀倒是单独有一个意思，这个掐是双，一双一对的双，哎，但是在这儿呢，它不代表这个意思，因为你掐可以说这2者都，那松掐呢，所以它是等于都是从那个嘎一个后缀词上这个发展来的。下边再看这个呢，就是比上边都比较好理解，这个呢好理解不好记。咱们来看啊，加中缀，有前缀有后缀，这个藏文里头这个数字加中缀，什么情况下这加中缀呢？它是2位数的，从21到99，在10位数和个位数之间呢加一个中缀扎。这个你比如说后边那个咱们读一下啊，你修扎记，你修扎记，你是20的一个简写，修是鸠的一个简写，就是一个变种，你修就是20。哎，这是越说的越常用词啊，它弄很多简化形式，就跟咱们汉语一样。哎，这个你修就简单，这就是20。扎记，这个扎是什么意思呢？扎的这个词义啊是根基，就是根，一个你比如说种一个花的根就是那个根字，扎就是根。哎，你去自己记去，你可以把这个扎底下记成根，上边长出花草来了，你怎么自己去联想去，它就是根。然后抽象的词义呢，有这个根基啊，基本啊，基础啊，源头啊，关键重点什么，它引申出来一些抽象的意思。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根基，这个源头，关键啊这些。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啊，它就是基础的意思，就是说你秀扎记，你秀，然后呢扎，以这个你秀为基础，已经有20个了，以此为基础，它上边呢再加点，再加后边一个加多少啊？加个记啊，21。
就是它就是前边是基础，前边是根儿，前边是个平台，哎，前面已经有20了，后边再加点，所以扎呀有这个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在根上再加点，往这个基础上再加点。在这个10位数这个2位数的这个数字里头呢，中间就加这个，你看咱后边这个啊，松就扎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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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就30，扎松再加个33， 30的基础上再拨个3，古就扎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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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90的基础上再加个9，然后再看下边啊，从31这个到99也可以加不同的中缀，就是说你可以都加扎，哎，也可以加不同中缀。这个不同的中缀啊，都是从这个扎的意义上啊来变化出来的。各中缀的辅音和元音与10位数上的那个辅音和元音有一定对应关系，就是它从前边的那个从前边的那个就是10位数上那个数字上啊，它取出一个这个一部分来做后边那个，就是代替那个扎，也就是代替那个基础那个词儿。咱们来看啊，它这是固定的，松就缩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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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苏木里头它取了那个基词萨，加一个哪弱，就是松就后就是30后边要是再加1、2、3、1到9呢，就用松，哎，它这样就是一看就知道是松后边加的。大家这个就是知道它这个原理，然后记住它的意思就行了。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那个扎，就是在这个30的基础上再加个1，松就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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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取出来一个缩代替扎。看这个喜就加什么啊？喜就写记，喜就写记，喜就写记，喜就写记。40的基础，它也取它基字，取那个霞加上一个枕报，哎，写就是喜就呢40呢就写记，就也是加个记，就是加个记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加个记。喜就写你，喜就写你，喜就写你，喜就写你。看俺就干什么啊？俺就俺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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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取基字，哎，这个什么也不加，没有原因。就俺不就俺记就完了，就俺不就已经俺了，这个俺后边再跟一个记51，俺不就俺你，俺就俺你，俺不就俺你，俺就俺你。哎，第一个俺是平声的，下边是楚就惹记，楚就惹记，楚就惹记，楚就惹记。这回取的不是基字，是下家字，取了那个然，哎，加一个枕报，楚就惹记，楚就惹你。楚就惹你，楚就惹你，楚就惹你。短就团记，短就团记，短就团记，短就团记。这是取的多，连基字带后加字一块儿取了，哎，就是加一个哪弱，屯是这个意境，哎，那个词，它这就是从那个上边取出来的，就是还是代表扎的意思，就是70的基础上加个1，短就团你。短就团你，短就团你，短就团你。给就给记，给就给记，给就给记，给就给记。取的是基字跟下家字，给就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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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哎，最后一行，古就可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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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基字，哎，90加1。这个古就可你，古就可你，古就可你，古就可你。哎，这个就是说什么呢？99以下一直到31，它这个中间会变，20都是扎，21到29都是扎不变的。然后下边就讲到这个11到19，11到19呢，因为特别常用，它呢就省了事了，由这个纠和9个个位数一并列，不要中缀了，中缀后缀都不要，就是干干巴巴的，跟这个汉语里的这个数词一样，叫纠记，纠记，很省事儿，11就完了，直接读。纠你，纠你，纠松，纠松，纠西，纠西。注意，15跟18
是特殊的，9变了，10位数的变了，原来是写9，现在变成哪弱？哎，15跟18，咱们佛教里头这个15跟18正好是2个这个特殊的日子，所以呢咱们也好记住啊，15、18是特殊的日子，它这个9呢要变成焦呢，怎么特殊？这个9。不是15、18怎么特殊？咱们那个每个按阴历算的话，15是个初一15，这是特殊日子吧？18是初8是那个吧？哦，初8，那这我这哎，你就用我这个错话来这个错题将错就错，就是记住15、18是个特殊的数字，在这个藏文里头，对，我是按那个观音六斋日初8给弄到18去了，15、18是特殊的。焦啊，就住，不对，注意，焦盖，就是其他的不用记，17就是17，19就是19，就只有这个15、18呢换成焦，换成焦，注意一下就行了。好，这是这个99以下的解决了，100是嗲也解决了，下边解决3位数的事儿。下边呢偏正式就是10的倍数，10的倍数都有谁呢？一个是9，注意啊，来读啊，啾，嗲，咚，吹，boom，前边都学过，这个没学过。boom 是10万，加强这个印象啊 ，boom 是10万。下边一个啊，且哇，100万，撒呀，1000万。注意这个地方要注意了，这个100万跟1000万是现代藏语里的用法，在古藏文里头，尤其是在我们佛经里头啊。这2个是颠倒的，你们在那儿给它画个颠倒符号，或者画个叉，或者画2个箭头来回一换，这2个是颠倒的。就是在佛经里头啊，且哇是1000万，撒呀是100万。古藏文跟现代藏文这个正好，就是传着这个传后换了位置了。再介绍啊，且哇不是那个1000万吗？注意。梵文里头有一个词叫句指，就是这个且哇。句指呢有很多的解释，在藏文里头呢就是1000万，它比较确切。在咱们汉文里头说一句指是多少啊？有10万、100万、1000万、亿、10亿，好像整个这个范围好像都有。但是在藏文里头呢就是1000万，这是一个佐证，就证明啊很有可能啊这个句指啊应该就是在梵文里头是1000万，这是一个参考。就是这个且哇就是句指，这个撒呀就成100万了啊，撒呀，这到时候联想的时候你自己联想，撒是土地，牙是向上，上地，上地儿就是100万，上地儿呢有100万富翁吗？啊，新开发区，你就乱想嘛，你就一看上帝100万富翁，跟100万联系起来。你对，对，就是这个记单词啊，你就这么有时候一个笑话，一个错误，就是为了给大家加深印象。且哇是1000万，且哇是1000万是句指，句指那有托，句指那有他呢？不，那由他或者叫诺由托哈，是又一个单位，跟句指是2个单位，明白？就好像一个千一个万一样，2个单位。说挪由托句指挪由托，这是100万千万乘，对乘的关系。还有，好，这个特别说多一点，强调一下啊，后边一个统丘，有很多的这个人有很多的这个海螺贝壳啊，所以呢就是亿，所以你就是瞎联想了。这是10的倍数，10的倍数的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呢。和表倍数的那个数字 G 到古这个1到9呢，跟它俩合起来就是几千几万啊，这样的是相乘的关系，就是后边跟一个数字就是几千几万。注意看下边啊，这个怎么结合？1000以下是常用数了，和1000以上带有尾数时，就是说后边有0碎的数，
倍数在前，位名在后。倍数在前就是什么呢？1到9在前，位名在后就是百十千什么这些东西在后。这个呢跟我们汉语的习惯一样，所以呢这个不用记，就是1万就是1万，1在前万在后。倍数为记的，倍数是1的可以略去，哎，就是说你说东这就是1000，这就是1万，哎，这个1可以略去。然后下边一句是特殊情况，1000以上没有尾数时，就是一个1000，整千就是位名在前，倍数在后，哎，整千整万的1000以上的，如果没有尾数，后边不跟零碎的话，就是8亿是1八，哎，对，就这意思，亿有8个，哎，整数的整8个亿，就是亿有8个就完了。下边咱们来读一读啊，你修，你看这比较简单吧？你是2，这个修是鸠的变种嘛，所以20就完了。数字在前边，位名在后边，哎，10位。下边一个松鸠，30，喜鸠啊，这是所有的都给列出来了，咱就读吧。鸭鸠，雏鸠，短鸠，野鸠，古鸠，你啪，我看啊，对，你啪，这个读这个不，它没有那个没有变你，不是1声2声。没有，看你本身是要读1声的吗？本身是2声，呀，嘎咔咔呢，嘎咔咔咔加1声2，你看记是这个它已经变了，它那个就是简化了，你就按拼音规则来吧，就，哎，啊，你是按对，按2是那样，但是它这个你就得按拼音规则来了，是吧？你边，俺不干，古不干，下边这个啊，七步是10万，就是10万，对吧？那个嘣不是10万位吗？一个10万位就是一个10万，就是10万了，是吧？你吹2万，是吧？10万加2万12万，对吧？12万，你看它10万10万这有一个位啊，松东3000，喜啪400，12万3400，哎，跟汉语一样，所以你就是数清楚就完了，慢点别着急就行了。下边一个冬季，它这是什么呢？没有尾数，1000以上没有尾数的，整千整万的，就可以把那个位名放在前头，有几个千放在后边，哎，冬季就是一个千就完了。吹逆，哎，2个万就完了。蹦松，哎，这就是3个10万，叫30万。且蛙席，哎，且蛙算一个双音节词，后边单独读400万，他这还是按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个现代藏语，哎，400万，在佛经里头出现这个，这就是4000万了。下边一个撒呀啊，哎，他这是5000万，在佛经里头就是500万。统丘除6亿，哎，这个语法上没什么难题，就是记忆熟悉有难题，就是什么呢？多重复就完了，哎，慢慢，哎，都就记住了。下边啊，有的单纯数词作为词素，就是词的一个最基本单位，进入合成数词时有不同的变体，就是它这个用习惯了之后有一些简化的变体，咱们来熟悉一下啊。这个记有一个变体就是气，咱们刚才说了，气本来是单一独字的意思，但是它呢经常用来做数词的一。气吹，哎，就是1万。刚才也说过，这个气要是用的话，一定是在那个位名的前边，一定领头的。这个你的变种比较多，你看你修，你吹，后边那个是你吹，哎，这个变化比较多，但是那个你牙给过都是有的。那是不是你也是用在前面？
不，这个不一定，它也本身是数字。对，它可以放到后面是吧？哎，对，数字是前边后边都都只有这个叫气势的。只有这个气，它做一用的时候一定是放在谓名前边的。这个三，第三个那个松啊，注意松就是把那个前加字给去掉了，松鸠，后边那个鸠的变化就是那2个了啊，不是3个，你看啊，松鸠，属鸠，允鸠，给鸠，鸠啊，这是一个变化。job get 这2个是同一个变化。下边你修，这个修就是那个鸠的又一个变化，3个变化，鸠也变化了。下边你修杂技，这个你修杂技是20，注意看后边这个20还有变化，20可以简化成你日，可以简化成这么简单，你是记，哎，这可以简化成这个。这些就是个熟悉，就是多读熟悉的过程了。好，下边咱们转成用法。用法像这些字儿咱们不管它了啊，这个你们自己可以下去看一看。咱们来这个看它的用法。翻过来36页，第一个，基数词在名词后做定语表数量，就是有一个名词，它后边跟一个数词，这就表示那个名词的数量。咱们来看啊。说打蛙鼓是月亮，再一个意思就是几月份的月，哎，几月，这不是几月啊，鼓是9个月，它不是第9月，是9个月，就是有9个月，哎，不是9月，然后第9月是什么呀？鼓巴，哎，鼓巴，叙述第9月是吧？哈猫阿啪。哈猫阿啪，这是咱们前头那个句子里头抽出来的。哈猫是仙女儿，阿啪是500仙女儿。这个印度这个人呐，这个数字概念呐，不是特别重视数字概念，也不是特别重视这个历史时间概念。哎，一说这个什么商人就是500，仙女儿就是500，他这个概念当中啊，500啊是大概的那么一个规模，然后比500小一点的规模呢，就250，哎，250人去，哎，它就是有那么几个大的那个，哎，大的那个，这样不是一个准确。哎，对，不是，它有一个，就好像那个汉语里头，它也有一些那个数词啊，就是你一说那个数词，我们大概知道那个规模大概是那个范围的一个规模，它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你看它那个用法能感觉出来哈，他从来不说这个501，他也不说这个。278，哎，它就是要不就500，要不就250，要不就1000，啊，1250。多那么几个，少那么几个，也是这么一个。哎，对，它就是分了几个，哎，分了几个大的凳。下边一句啊，给包，撒呀，七崩，你吹，七东，阿不干，九西，穷。咱们也学过，穷是出现，这个得到，哎，出现得到，出现了国王，这国王后边呢有一堆这个数词，出现了多少国王呢？出现了撒呀是多少？反应不过来了，撒呀是上帝是100万富翁，记住，哎，撒呀100万100万啊，七崩多少？崩10万。哎，崩是10万，你怎么记呢？你看这个，你可以把前面那个啊记成一个数，这个爬就记成那个0，10万，反正自己想办法，还那个10万连起来。它这个刘老师，这个10万前必须加1了。不一哦，对，它容易那个混，可能，反正他就是肯定他可加可加的时候啊，他肯定认为什么呢？我怎么说得清楚是吧？哎，它肯定是这样的作用。你吹多少？你吹2万。七东1000，阿不加500，这个应该比较熟悉的啊。阿不加九西14，你看出来了，是100这个12万1514，哎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跟汉语学习惯一样，这个是有利条件啊。这个，所以我说藏文好学呀，它这个很多这个思维方式啊，那个考什么这个构词方法呀，哎，很接近，所以我们学起来就很亲切啊。这个读一遍啊，给包萨呀七公，你吹其东，俺家就西穷，俺家就西穷。下边一句啊，说这个基数词在名词之后和名词组成同位词组，在句中做同一成分。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名词呢，后边跟这个数词，他们俩的关系是同位语、同位词组，就是他们起的作用啊，什么变格呀，他们都是起一个作用。咱们下边看啊，响铃拿琴包，响铃拿琴包，响铃拿琴包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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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人名，响我们学过是舅舅，哎，舅舅。拎是什么呢？是大臣，拎是大臣。咱们多介绍不耽误功夫啊。如果这个拎去了后边那个拿是啰，这个啰是什么呢？是心意识，就是主要是心的意思。还一个意思呢是人出的主意，想的办法出的主意，哎，心主意。所以这个很多跟心有关系的词啊都有这个啰，这是一个词根。这个啰呢加上这个拿就是拎，你怎么记呢？这个出主意的就是大臣，哎，拿主意的出主意的，不是拿主意的，哎，出主意的。对，反正你那个自己想办法去记去。拎是大臣，响拎是什么呢？他叫这个娘舅大臣，就是实际上就是叫这个贵重大臣，或者叫这个戚臣亲戚大臣，就是那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形容这个跟皇上不一般的大臣，重臣。哎，这个意思，响拎，重臣。这个他这个响拎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护法，就是这个跟你关系特别亲密的护法。这个他们在发誓的时候经常说什么呢？叫响拎给谢，响拎给那个给是这个句格，响拎给谢就是护法知道，响拎给谢，谢就是那个知道的那个谢，哎，护法许可，哎，护法是句，响拎给谢，哎，就是，所以这就是那个特别亲密、特别这个受重视的大臣的意思，响拎。但是在这儿啊，他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呢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臣，所以人们叫他的时候就叫响拎那亲包，哎，就把他的那个就好像把他的这个重臣的这个给加到他名字上了，哎，不知道有没有人起这个，就是说名字里头我就起个响拎，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这个呀，好像他本身就是个重臣。那是什么呀？那是什么？那鼻子。这个萨那是鼻子，拉那不大是耳朵，那哇是耳朵。这个萨那，这个鼻子上有点土，碰一鼻子灰，记住鼻子上有点土，这是鼻子。哎，那个上边要是一个拉的半罐呢，平着的两边那俩耳朵。哎，你现在你看那个树了，这样两边一边露一个头，俩耳朵。哎，哎，在中间，哎，归土。所以你用各种方法来记，这个记住了。那是鼻子，亲包是什么呀？哎，这是大鼻子，大鼻子重臣，哎，重臣，这是一个人的人名，这是松赞干布的手下的一个重臣，哎，一个大臣。唐就是他和谁呢？又一个人名，这个人名叫什么呢？叫百江，百江是地名，这就是有时候那个在人的名前头就把地名加上，这个汉语里头也有这一种情况啊。百江，这个百江，北疆这个后边这个碑给这个碑是吉祥的意思，那个妙吉祥文书的名字就是这个碑碑。碑给来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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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是好，桑也是好，都是好。碑给来桑，吉祥好，吉祥之好，吉祥之善，反正都是好的字，好的名字吧。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百江碑给来桑，他们俩
干什么呢？你穷的，你穷的，这个你是二，这个二呢，就是跟这两个人的名字呢，跟在他们后边，就跟他们是同位语。这两个人，哎，这两个人，这就是起同位词组，起一个作用，做什么呢？做主语，穷的，谓语出来了。他们俩出现了，他们俩来了，来了干什么呢？说给包也用，给包也用松，给包是国王，也是父亲，用是母亲，这个都是尊称，就是父王母后，哎。这个国王这个父王跟母后，苏是三。这个国王是谁呢？是那个松赞干布。母后是谁呢？是那个文成公主跟那个尼泊尔那公主叫什么？金城公主啊？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就是这个尼泊尔那个公主。哎，他们俩一共是3人。国王跟母后呢，一共3人。卡尔须见，卡是哪里？什么？拉是一个拉丁，是一个方向算这个就是什么呀？叫余格吧，向哪个方向了？上哪儿了？须是这个来去，也可以说来，也可以说离去，也可以说来临，它敬语。来和去的敬语，这个去什么地方了？国王母后他们3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就是所谓，就是说，人松谁？人是次数回数，咱们前头好像见过哈，回答、回信儿、回复，再一个就是次数回数。松是3次。谁是说？这2个大臣出现之后呢，他们说了3遍，实际上这说是问了3遍，问什么呢？说国王和母后他们3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松赞干布跟2个后妃啊，有一天呢，他们都化入观音的本尊像走了，他们是这么去世的，他们是那个化入观音像走的。这个藏族认为这个松赞干布是观音的化身，他们走的时候，他们3个一块儿都化入观音像走了。这个具体故事我那个不太清楚，是这么回事儿。哎，结果第2天那个大臣找不到国王啊，就来问这个大概是侍者呀，或者是亲近的人呐，说国王王后他们仨到哪儿去了？那个可能不太好说，可能说了人们相信吧。哎，一时没回答，所以这就连问了3遍，这么说。可以听一会儿，咱们把这个读一遍吧，听一会儿，然后把下边就解决了。祥林那金宝堂，白将白给来上，你穷的，给包也不用送。给包也不用送，卡尔须节，人送塞，好，咱们休息一下。好，咱们接着来啊。这个前边学的这几句话读一下啊。达瓦古，哈莫ngập kia, kế bo saya chi bung, nhị chi chi đông, ngập kia chu si, chúng,祥林那金宝堂，北疆北给来上，你穷的，给包也不用送，
给包也不用松，给包也不用松，给包也不用松，卡尔虚节，卡尔虚节，人松塞，人松塞，人松塞。人松塞。咱们下边接着来啊，第5句，这个序数词在名词之后，表次序，咱们来看序数词啊。留给吧，留给吧，留给吧，留给吧。留是章节一个文章的下边的分几大块，就是分几个章节，留给吧就是第8章，不是说这个文章一定就8章，可能有10章，现在是第8章。打瓦古巴，打瓦古巴，打瓦古巴，打瓦古巴。9月，他这就是这说是9月份，就是第9个月。下边说定语中如果有指示代词的话，数词之后要加个包。咱们一看例句就明白了。你有时候看这个字啊，你们自己可以看看，直接看例句反而更简单一点。咱们看例句啊 ，Q 你包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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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Q 这个不要后边这个啊写不住，光那个 K 是丈夫是吧？男人，这个加上这个那个就是后边这个呢就指小，就成了这个小孩少年。你这个是2，提是那，说那2个少年，在这个数词要是带了指代词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一个后缀，带一个巴呀、包啊，这样的话它那个就是它就形成一个名词，然后这个提呢就是指的这个名，它就是不直接指一个数词，也不直接指一个动词，提带的时候一定指一个名词，为了它变成名词后边要加一个包。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数词呢，如果它在这个有指代词的时候呢，指代词在它的后边的时候，它一定要加个包，这样的话就是名词化，那个表示这个意思。数词都是加包啊，不加巴。为什么不加巴呢？因为那个巴已经被那个序数词占掉了，所以呢，它只能加包。咱们再看第2那个后边这个句子，叫 Q 提尼 ，Q 提尼。你读这个提尼也对，我看那个周老师这个就是读的提尼，你就习惯是平声，你有时候下来也这个不算错。这个你看啊，这是内少年2个，实际上还是那2个少年。它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如果指代词在前边，跟数词没关系了，它指代的是那 Q 本身就是名词，所以呢，它就这个不用那个名词化了，所以它就不用加什么东西，就这么个区别。就是说，你数词如果后边跟指代词中间要加个包，要名词化，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是一看例句呢，这个问题就很简单。要是用那个句子一表达呢，显得看起来就很费劲儿。37页过来啊。哈摩松波提，哈摩松波提，哈摩松波提，哈摩松波提。这个天女那3个天女，你看提要一指苏木，中间就要加名词化，就要加个包，就是这么记住这么个规矩。哈摩提松，哈摩提松，哈摩提松，哈摩提松。这就没这回事了。哈摩本身是名词，提就是那仙女儿，然后呢3个就直接就不用加东西了，这是又完了一个。下边定语中呢，有时候还有量词，量词就是这个咱们知道了，数词位于量词之后。注意啊，它这儿这个有这么一个特殊情况，叫量词如果是度量或者是容器量的时候，数词1、2不用1、2，用什么呢？用扛跟驮。它仅仅是在这个量词是度量，就是量长度啊、量宽度啊；容器量就是
一杯啊，一碗呐，一瓶啊，这个的时候，这个数词呢用这个扛跟托，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咱们来看实际例子啊。扎两妈记，扎两妈记，扎两妈记，扎两妈记。看这个扎，如果不带下边这个，如果不带俄素的话呢，这是什么字啊？扎是什么呀？根，记住，如果不带俄素的话是根，哎，如果带上了呢，就变成草了。这个根跟草呢也有关系啊，你来这个联系着记。然后这个两妈是什么呢？就是一根两根啊，几根的意思。那个量根量词，记就是一根草，哎，因为它不是度量，也不是容器量，所以呢，它就数词就是该一就一，该二就二。下边两个都是什么？都是容器量。咱们看啊，下边一个是叫秋捧巴扛。秋捧巴扛，秋捧巴扛，秋捧巴扛。水捧巴是瓶，扛是一，扛本来是任何任指某一单一，哎，这个就在这代表一瓶水。这个容器量，所以呢，一不说一说扛，二不说二说坨。这个下边那个就是二了，说我妈破巴坨。我妈破巴陀，我妈破巴陀，我妈破巴陀。我妈是奶，牛奶，破巴是碗，陀是二，代表二，2碗牛奶。咱把这3个再都读一遍啊，就是后边2个是容器，它就1跟2呢用扛跟陀来代替，这么个特殊情况。扎两妈记，扎两妈记，秋捧巴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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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破巴陀，我妈破巴陀，我妈破巴陀，我妈破巴陀。最后一项说有这么一个特殊情况，说数词重叠时，表示相同的数量重复出现，即每个一每个就是这个表示数字。说什么意思呢？咱们来一看句子就明白了。说一在重叠的时候呢，不用记，用人，咱们前面出现过人代表这个一，那个好像那个就是米拉日巴你说是他这个丈母娘啊，这个丈人呐，不是啊，对，就是宰赛的父母给了他那个一套新的鞋子，就用了一个人吧，是一个人，就一个人就是个，就是衣服跟鞋子各一套，这个人呢，在这儿就是代表一个，咱们来看呀，多音节数词呢，只重叠最后一个音节，这个2个例子都有，咱们来看啊，腿翘，腿是那个的，翘是方面，就是那个方面，在什么方面呢？这个它这是在上文，就是指那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就是在某方面呢，他们这个后边啊发生了争执，发生了这个在这方面有意见分歧，就是这意思。在这一方面，具体什么方面，它这个是上边说的。这个注意啊，疲于拍切儿，疲于拍切儿了，撇是藏地，渝是地区，藏区，藏区，拍切儿，这个拍是什么呢？拍是一般的、普通的、平常的，一般的、普通的、平常的拍。这个切是大，咱们那个知道切是大。这个一般、普通、平常的呢，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的大多数，它本身就有一个大多数。基本的、平常的、普通的，这肯定是多数啊，它本身就有这意思。
加上个切呢，就更是就是大多数，大多数，派切就是大多数，大部分。这个拉是在这个大部分藏区，哎，在大部分藏区，然后下边那个词是克的，克学过是概括包括，说那种情况在概括了大部分藏区。你看下边是说这种分裂情况遍布在啊，那这种情况就是指的为意见分歧的某种分裂情况啊，概括了大部分藏区，就是在大部分藏区呢都有，哎，就是概括大部分藏区。是，下边接着说叫有助，你看本来这个除呢应该读平声，可是呢，你看那个周老师他也读的是助，就是有时候他这个后边这个就是放音降下来舒服，哎，有助是什么呢？这个有还是地区？这个除呢两个意思，一个是船，除一个就是船，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角落边角，就是拐角的地方，边角角落，两个意思。这个地方取那个角落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各个角落哎，在这个藏区大部分地区啊，在就是好像四面八方各个角落啊，这个就是意思这个情况比较普遍。注意啊，人养，这个呢不连读，表示是重复，就是单独读人，就是各个，在各个角落，哎，那个然就是在各个角落，也出现了下边的情况，出现什么呢？切西穷细，切是大，细是什么呀？政治，细就是政治。还一个意思是长度，但是好像很少用，它基本上所以它一出现就是代表政治。切西穷是小，细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个政治这个派别，政治派别呢分大派小派，这个切西穷细，他这翻译的叫长系派与幼系派，好像是说年龄大跟年龄小的，或者是说这一派系呢这个存在的时间长，那一派系呢出现的时间短新，它这个大小呢它有他们具体的旨意，这个不是你能分析出来的，到时候他说这个就叫这个名，那个有时候不太这个讲道理的啊。反正你就记住这个字义是大政治小政治，大派政治就是派别了，大政治派别小政治派别。下边一个啊，莽参永参，莽是多，永也是少。这个参是什么呢？参是这个分量有多大分量，度量，哎，或者是叫一组一类，哎，一组一类。它这儿呢就代表，反正就代表一种单位，就是说有的这个数量多，有的呢数量少，哎，就这个，所以它这翻成叫多数派少数派，就是有的分量多，有的分量少。多数派只又在一个地区分的一种情况，不见得一个地区，可能好几个地区都是多数派少数派。下边一个叫塞巴 U 巴，塞是金子，U 是玉石，它这翻的叫松耳石，哎，这个具体的玉石的名字了。说叫黄金派跟玉石派，黄金派跟松耳石派。下边一个派分的叫什么呢？叫下三藏三，虾是肉，三是糌粑字是一个米字旁，右边上边是一个到处的处，下边是一个日头的日，这是糌。八是一个米字旁，右边一个阿里巴巴的巴，
糌粑。这个三是糌粑，它呢也代表就是食品，有时候就是不具体指糌粑，就是代表食品，两个意思。下三就是什么呢？就是拿肉食，对，拿肉当食品。咱们三这个咱们前头熟悉，一个是仅指，一个是大概大约，它没有这个地方呢，它叫面食派。咱们只吃面不吃肉，反正这个名字都是明白意思就行了。然后啊，这个邪就是说所谓的就是有这么多派的名字，注意下边啊。代尼尼苏，切得绝，代是这个部，什么部呢？部队的部，它有时候就是指部队、军队，代三军，一个是部，这个部实际上有部分的意思，这个派别。是这个，好像就是跟部队似的，一部分就是代，强缺代啊，此是法，代啊，代就是部，啊是五，此是法五部，就是有五部分，就是此是五论，此是五颂。这也就是部分多少部，分多少部分，说尼苏。二就是这儿分成两个部分，那儿分成两个部分，就是重叠，这也是两派，那也是两派，切是什么呢？切是断，就是劈断、断绝、短少这么两个意思。它主要的意思是断，断就是断成、打断，断成两派，断成二，断成这儿断成这样两派，那断成这样那样两派。对，这是一个停顿，说分成两派之后呢，决，咱们刚学过，争执、争斗，那俩妇女为了一个儿子到国王那儿去决，整个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在大部分藏区呢，概括了大部分藏区，就是遍布大部分藏区，人在每一个角落，在各个角落都分成两派。分成二，这儿分两派，那儿分两派，什么各种名字，分成两派呢，然后就互相争斗。咱们来念。素是什么？对，尼这个尼素就是切是分成。我知道那个素是什么意思。首先说它是拉顿，是这个语法意义的西词，分成两派。我想啊，集体业格，我首先想到是集体业格，就是分的结果，就是注意分的结果，对，也是宾语也是这个，你比如说它的主语吧，就是代不对，代是它的那个宾语的组成部分，主语我看能找着不能啊？藏区概括藏，人样，语助在各个角落都，这就没有主语。它就是省略了主语，其实就是这些人们，都分成了这个集体业格。对，我也是想到集体业格，分成了两派。咱们来读一下啊。推敲譬喻，拍切儿啦克的，语助人样，切细穷细，忙餐用餐，塞巴有巴，下山咱三些，代尼苏切得绝。最后一句，世尊呢，这是一个人说的话，回答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可能是问说，
世尊现在这个吃药是怎么吃啊？世尊那个时候这世尊呢纯粹是实现了，因为呢他已经圆满了这个他的那个只能是化身实现了，实现有病，然后实现吃药，这是有他的表法意义的。他是回答了，说你是问世尊呐，说世尊呢，他达宁热心，他达宁热心，他达是现在，宁是一昼，白昼就是100天，就是一天，热就是每天，各天每天，现在每天。心是咱们说过，它基本含义是脸，然后它呢有像什么如什么的意思，它还有这个就是正在干什么的意思。这个地方实际上说是按照的意思，就是像那样，就是按照那样，每天按照每天干什么呢？这个下边就说他每天吃多少药，按照每天吃多少呢？是桑松鸠扎尼，桑松鸠扎尼，桑是两，1斤1两的两，桑。松鸠是30，扎30后边还跟着尼32两。这个世尊现在呢，按照每天呢32两。这个你看注意啊，这个32两最后一个词啊重复了，就是你就是说什么呀？每天都是32两，32两，今天32，明天也是32两，削了，削是个常用词，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是向这个位置高一点的人呐请求报告，跟那个许物有点相像。向这个领导请求报告啊，他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比较尊重的人呢，他接受这个服用，就是吃，接受一些服务，敬语，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你向他呢请求什么或者是报告什么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比较尊重的这个人呐，他接受什么东西，服用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用学两个含义。现在就是用的这个世尊吃这个药，他吃这个药呢，现在按照每天的32两。这个具体的情节忘了，这就是一种这个就是反正世尊他是有道理的，世尊个子很大呀。你看那个世尊的那个脚印啊，世尊的那个佛牙，你看世尊个子很大，这个吃药跟别人也不一般，吃32两，也不知道那个藏粮是多大，这个也不知道是翻译那个梵文是什么，所以说咱们就是学语言就这么学就行了。好，读一下啊，将咱带你，他达宁热心。他达宁热心，桑松鸠扎尼尼，桑松鸠扎尼尼，桑松鸠扎尼尼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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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们把今天学的句子读一下。对，这个呀。主要就是什么呀？我觉得语法好懂，就是一个记，是吧？就是一个熟悉，就是一个记。咱们干脆前边那个，从头读对。好，从头来啊，33页。记你松起出顶给鼓就糖包泥巴松巴记夹筒球泥巴酒皮洗酒出酒热煮启动骨架
굽주 컵시 굽주 컵시 굽주 컵시 굽주 컵시你要是嫌麻烦，你也直接读没关系啊。这个下边啊，你吧，你吧，松吧，松吧，就记吧，就记吧，记记啊，这不是，这是记加这个记包，咱们直接读下边了啊。记包，记包，记不，记不，你嘎，你嘎，你家，你家，你掐，你掐，翻过来了。下边这个咋后边这个也读啊，咋，咋，你就咋记，你就咋记，松就咋松，松就咋松，鼓就咋鼓，鼓就咋鼓。下边松就说记，松就说记，松就说你，松就说你，洗就写记，洗就写记，洗就写你，洗就写你，鸭就牙记，鸭就牙记，鸭就牙你，鸭就牙你，出就热记，出就热记，出就热你，出就热你，炖就囤记，炖就囤记，炖就囤你，炖就囤你，给就夹记，给就夹记，给就夹你，给就夹你，鼓就可记，鼓就可记，鼓就可你。鼓就可你。我听那个网上有一个藏人读的这个，他连这个你可你啊，他那个前夹字卡他都带一个咯，都带一个咯的那个口型。他们就这都不是重要问题了。下边啊，就记，就记，就你，就你，就松，就松，就西，就西，就啊，就啊，就住，就住，就不蹲，就对，就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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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顾，就顾，就顾。就顾。下边是10的倍数啊，就就呀，呀，东，东，吹，吹boom，，boom，boom，boom，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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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千万，千万，记住啊，咱们就干脆不用这个现在的概念了啊，就改过去。切哇就是句指，就是千万，哎，这样形成。撒呀，撒呀，撒呀是多少？百万。哎，就记住，上对就是百万。对，你可以或者是颠倒一下，或者是反正咱们干脆就按佛经记就完了。统秋，统秋，统秋，统秋。下边啊，你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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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灸，松灸，洗灸，洗灸，鸭灸，鸭灸，除灸，除灸，炖灸，炖灸，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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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灸，鼓灸，鼓灸。你家，你家，鸭家，鸭家，鼓家，鼓家，七bun你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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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东西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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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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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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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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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哇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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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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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秋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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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记，七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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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修，你修，你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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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松，松灸，松灸，灸，灸，松灸，松灸，除灸，除灸，炖灸，炖灸，盖灸，盖灸，脚鸭，脚鸭，脚盖，脚盖，你修，你修，你修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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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记，捏记，捏记，捏记。翻过来，句子了啊。大瓦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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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莫鸭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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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波沙呀七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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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七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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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家就是鸭家就是鸭家就是穷，鸭家就是穷，
穷，它不送气，它因为没有前夹子上夹子送气。再读这个啊，俺家就是穷。俺家就是穷。我读的囧哈，囧就是不送气了，就是那不对，因为他有时候他读他那个原型，这是过去时，原型他带一个那个前夹子，所以囧了。这个俺家就不西这个中间这个波啊，这个波的口型啊，有时候带，有时候带不出来。俺家就是穷。俺家就是穷。哎，最后一个是二声，不是三声。我前头读的可能是穷就不对了，是穷往上来。下边一个啊，香绿拿青煲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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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姜白给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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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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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包也不用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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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虚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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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松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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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留给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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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瓦鼓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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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你包提。Q 你包提。Q 你包提。 Q 你包提。 Q 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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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毛松包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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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毛提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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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娘妈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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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蓬巴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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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破巴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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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翘皮鱼拍切儿了。腿翘皮鱼拍切儿了。腿翘皮鱼。腿翘皮鱼拍切儿了，可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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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人人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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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细穷细。切细穷细。忙餐牛餐。忙餐牛餐。三八有八。三八有八。下山咱三。下山咱三。下山咱三些。下山咱三些。带你所切的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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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单带你。将单带你。他打人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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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松就扎你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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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今天正好，按计划完成任务。